歡迎大家再一次嚟到屬靈教室。喺過去呢幾集呢，我哋都係講到摩西喺山上高，神同佢立約，並且呢係講出嗰一個立約嘅內容。咁啊，後來呢，摩西就將呢一啲嘅內容呢，就攞翻落山，同以色列人呢，佢哋大家一齊嚟到去對話同埋分享嘅。咁啊，嚟到出埃及記第23章呢一度呢，就係嗰一個約嘅內容裏邊係最後嘅一部分啦。呢一部分係講到以色列人佢哋入到迦南地嘅時候，佢哋點樣整個民族可以一體嘅呢？藉住唔同嘅節期，大家一齊嚟到神嘅面前。嗱，呢一個群體喺神面前一齊嘅意識呢，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呢，喺出埃及記23章嘅第14節嗰一度提到，佢話1年3次你要向我守節。喺呢3次嘅守節呢，係包括咗逾越節，包括咗五旬節，同埋包括咗住棚節。嗱，呢3個嘅節期呢，對以色列人嚟講，喺離開埃及，喺曠野，並且係入迦南，對佢哋整個民族呢係非常之重要嘅。特別日後當佢哋入到迦南地嘅時候，佢哋每年都要嚟到神嘅面前呢，嚟到去守呢3個嘅節期。當佢哋入到迦南地，佢哋分翻有自己嘅地土，佢哋分咗自己嘅地土，開始建立自己嘅家園呢，佢哋都係好少見噶啦。但係一年就係呢3次，佢哋要離開自己嘅支派，離開自己嘅家園呢，預備去到呢一個會幕，又或者後來嘅聖殿呢，一齊喺嗰一度嚟到去敬拜神。喺敬拜神呢3個嘅節期裏邊，其實係同佢哋整個民族嘅歷史一路嘅興起，神喺佢哋當中嘅工作呢，係好有重要嘅關係嘅。逾越節，我哋大家從出埃及記嗰一度呢都了解過噶啦。出埃及記12章嗰一度，就係喺嗰一夜，神要以色列人佢哋預備逾越節嘅羊羔啊！逾越節嘅羊羔所流嘅血，塗喺神嘅子民所住嘅地方嗰一個門楣上高呢，當神嘅使者係一路遍地嚟到去行嘅時間，見到門楣上高有血，佢知道呢一個係神嘅子民嚟，咁佢哋就會離開，然後去到埃及人所居住嘅地方呢，佢哋就會入到去擊殺嗰啲嘅長子，又或者呢係頭生嘅牲畜啦。逾越節對佢哋開始一個民族係非常之重要。神係點樣拯救佢哋？神係點樣毫無條件地賦予俾佢哋呢個救贖嘅恩典？所以呢，喺我哋今日新約嘅時代呢，逾越節同樣係擺到喺耶穌基督，佢為我哋嚟到釘死喺十字架上高，佢就好似嗰一個逾越節嘅羊羔，救贖我哋嘅羊羔一樣。佢流血，佢嘅捨命係為咗要代贖我哋。所以日後以色列人係入到迦南地，開始佢哋有自己嘅民族，開始有佢哋自己嘅國家。呢一個歷史片段嘅時刻，佢哋就不能夠忘記。直至到今日，以色列人佢哋仍然呢係守逾越節嘅，好漫長嘅歷史，到今日呢一個嘅時間，佢哋仍然咁樣嚟到去守候住以色列人嘅逾越節。神係命定佢哋喺正月14日呢嚟到去守呢一個嘅節。
神又容許以色列人呢，如果佢哋當中係有一啲遠行嘅，又或者呢係不潔嘅人，佢哋需要時間嚟到去潔淨自己，但係又過咗個逾節啦，咁點呢？神係俾機會佢哋係重新嚟到去守嘅，就係將原本喺正月14日嘅逾節呢，就押後一個月，即係話呢喺2月14日呢嚟到去守。歷史裏邊記載，整體大規模嘅以色列人，佢哋都曾經有一次呢係喺2月14日先守逾節㗎，就係當北國被亞述嚟到滅咗呢個國家嘅時候呢，南國嘅猶大希西家王就趁住呢一個空檔嘅時間呢，佢就派好多人呢就上去北國嗰一度，邀請大家同埋一齊離開埃及喺曠野入迦南嘅呢一班同胞，因為呢喺王國分裂之後，佢哋從未有個機會呢係落耶路撒冷嗰度一齊去守逾節，所以就趁住北國以色列亡國嘅時間呢，南國猶大呢一個希西家王，佢就係一路嘅發出邀請，咁啊。因為當時祭司潔淨嘅祭司要去帶領嗰一個嘅節期守逾節呢，就唔夠用啦。另外一方面呢，就係要俾時間喺北國嘅以色列人落到嚟耶路撒冷嘅時間呢，佢哋要潔淨啦。咁所以呢，喺歷史上高係有一次大規模，佢哋係將守逾節嘅日期呢押後到2月14日嘅。咁啊，第二個節期呢，就係五旬節，又或者收割節。我哋知道以色列人佢哋入迦南地喺吉甲嘅地方，佢哋就係正月嘅時間嚟嘅。喺嗰一度佢哋就停止嗎哪，喺嗰一度佢哋再係冇好似過往咁樣40年呢係食嗎哪啦。佢哋要重新自己嚟過，佢哋要自己嘅耕種，所以經過咗2個幾月之後呢，就嚟到呢一個收割節啦。收割節你可以話係以色列人佢哋係喺迦南地第一次呢去經歷嘗受到呢自己勞碌得嚟耕種嘅一個果效嚟嘅。所以呢，神係要佢哋守呢一個嘅收割節，係要佢哋呢係可以紀念到神俾佢哋呢個地方，係紀念到呢神俾佢哋係有雨水同埋看顧。咁啊，到新約嘅時候呢，呢個收割節，又或者呢五旬節呢，我哋可以從《使徒行傳》第2章嗰一度嚟到睇到聖靈就降臨喺屬神嘅人嘅身上高啦，就開始咗新約嘅呢一個時代。因為呢聖靈係暫時取代咗耶穌喺新約時代嘅工作。耶穌呢係為我哋喺天家上高預備住嘅地方。所以當嗰班門徒喺約翰福音第14章第1節開始被形容為好憂愁嘅時間呢，耶穌係體恤佢哋嗰一個嘅心，佢哋覺得再冇任何嘅依靠啦。咁所以呢，耶穌就去呼求父神，差遣聖靈保惠師與我哋今日新約嘅信徒同在，又帶領我哋呢進入真理嗰一度。